后来这个台剧《俗女养成记》播出了后，真受好评，创下着真悬的收视率。有真侪观众一直咧期待第二季的节目，即摆总算是有好消息咯。由散文改编的《俗女养成记》进前播出了后，观众学了解特质，花絮即马抢时机和文七院，还有 OTT 的业者合作，要让第二季更加精彩。导演严艺文还有陈中伦讲，跟第一季的重点略有不同，但第一季的优点我们还是要保持。所以它还是一样是喜剧的基调，然后原班人马，以及第三。我会努力做到不被人家骂。两位导演佮兼编剧责任重大，但是讲到剧情，依然是满面春风。文七院大动作举办记者会，宣布包含上路在内6出戏合作的消息。那这个案子的规格很多内容我们现在就保密，但是我保证所有的规格一定比原来第一季好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系统性跟投融资奖补助整个开展之后，它可以加速我们的年轻的创作者对接市场。《俗女养成记》第二季按算是2021年开播，到时阵观众会搁小白看《俗女》第2趴。